咱三个来祈祷。天父听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上帝你，通互阮伫顶礼拜，阮的临时会员好会会当顺序来结束，嘛通互阮有新的开始，来领受上帝对阮的旨意。天父上帝，阮恳求你会听通，继续临到伫阮淡水教会，嘛互阮的教会继续伫主你的带领中间，一步一步行伫稳定的道路，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感谢主，阮今仔日会当做伙游玩伫礼拜堂来做聚会，嘛通互阮大家会当用敬虔的心来到伫教会，来领受上帝永远的话语。但愿恳求主你的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来成做阮的准情。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今仔日游玩，大家会当伫礼拜堂来做聚会，特别伫昨咱看见着 CDC 又搁有公告，因为疫情的关系，又搁延长2礼拜的时间。换一句话讲，咱距离准备要恢复正常的聚会、正常的礼拜，会当搁继续来努力。所以伫明仔载，教会游玩会来来进步。来做申请，来维持咱伫室内游玩会当有100人的组织，会当互咱的教会来维持正常的运作，互兄弟姊妹来到伫教会会当真放心，甲无有挂碍。求上帝来成做咱的帮助。咱伫这段时间，咱大家真辛苦，嘛做伙伫上帝恩典中间。咱做伙咧操练咱的信心，所以伫这段时间内底，咱会当看见着普世教会的经课表，嘛是照着咱的教会的进度来进行。所以咱会当通过约翰福音书的记载来看见着约翰福音咧，甲咱提醒迄个相信耶稣的要紧。所以透过相信耶稣，咱会当清楚看见着讲，透过这个相信，咱会当明白，当耶稣邀请咱来食伊的肉、啉伊的血，会当互人来得到永远活的时阵，咱求上帝成做咱的帮助，因为上帝要互咱透过伊的救赎来成做咱的救恩。所以我请豆芽片来帮我写第一张，来互咱大家会当知影讲，伫今仔日，包括伫约翰福音书，咱要看的即个要紧的重点，也就是透过相信耶稣来归允伫上帝。因为当咱每一遍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的时阵，咱的确会当因为安尼来领受上帝对咱的救恩。所以我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记载伫约翰福音书6章68节到69节。约翰福音书6章68节到69节，咱台语先来读2遍。台语先来读，互咱大声3来。主啊，你有应我的话，阮要去找治水呀。阮已经信，搁知你是上帝的圣者。好，再来一遍哦，3来。主啊，你有应我的话，阮要去找治水呀。阮已经信，搁知你是上帝的圣者。来，华语的部分，咱做伙来读一遍华语的，我们一起来3请。主啊，你有赐永生的话语，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信，并且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圣者。
再一次哦，闪请主啊的话语，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信，并且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圣者。感谢主。咱伫今仔日个圣经记载内底，多谢拄则咱诶主重执事所带咱读的这段圣经，咱会当看见着讲，今仔日个记载来互咱看见着一个真趣味的代志，也就是伫初代教会拢会拄着的问题，因为圣经甲咱讲，耶稣邀请咱来食伊的肉，来啉伊的血。咱伫即个记载内底，我想，伫每一次咧守圣餐，咱拢会当真清楚来知影讲，当主礼者伫头前讲，着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这是相对咧纪念耶稣基督的苦难。但是即个食到底是啥物意思？哇！伫咱华人的文化内底，若讲到食，有真侪无共款的角度。但是咱若转来到伫希腊文的解说中间，会当发现着讲，原来即个食是咱台湾人咧讲迄个蹭啊，亲像咧蹭肉骨，也是咧蹭咱咧食物件安尼真幼，搁较深入要去食迄个好食的一个物件的时阵，所以对着犹太人来讲，因听见着这个邀请，因感觉真可怕，因为耶稣既然来邀请人来蹭伊的骨头，来食伊的肉，来啉伊的血，所以伫当时这犹太人听见着耶稣这款的邀请，迄个观念，迄个头壳内底迄个画面是非常的清楚，嘛非常的具体。因为伫因的生活中间，因感觉讲这是若袂是动物，咧蹭物件迄款，安尼真斟酌，而且爱真正有具体的这个动作出来，这款的表现。所以伫这个中间，咱会当知影讲，原来耶稣伫遮咧甲咱提醒的，也就是因为伊是生命活命的美牛，咱会当通过上帝来将伊赏赐予全世界的人。所以伫这个活命的饼来成做人的帮衬的时阵，玛纳却是只不过维持人肉体的生命。所以耶稣伫这中间咧邀请人爱去食活命的饼，就是要互人会当因为伊的生命来成做咱的帮衬。所以伫拄则咱所看对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对56节到59节，这个记载，咱也会当看见着讲伫60节的圣经内底，耶稣的学生中，侪人听了就讲，这个话真恶，自罪为听伊啊。意思就是讲，今仔日耶稣要邀请大家来食伊的肉、啉伊的血，这款的讲道，这款的教导内底，因感觉讲这是真重，而且都是真残忍的代志。阮只不过是来信教，太却是爱去食人的肉、啉人的血。所以学生的反应嘛真直接，因为因感觉讲这话真恶，自罪会听伊。我想咱转来到伫圣经的内底，咱爱清楚一项事。伫约翰福音书才咧讲迄个听，耳仔迄个听，其实甲相信是同款的意思。所以今仔日耶稣的学生有侪人，伊拒绝、伊排斥，无爱去听耶稣的教导，因为安那，因认为讲第一，耶稣的教导内底，会当看起着讲，耶稣要邀请人食伊的肉。但是伫旧约的教导中间，咱会当看起着申命记，犹太人是袂当啉血，因为血是啥？血是生命。所以对着因来讲，因感觉讲这是上帝的禁止，却是耶稣今仔日做这个款的邀请的时阵，
这是真唔对的事，因为安那爱食人的肉，爱啉人的血，这是违反当初时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的教导。第二，咱看约翰福音书第6章，咱安尼连续3、4礼拜的分享内底，耶稣将伊家己比拼超越是摩西啊。咱拢知影讲犹太人的人物中间，摩西对因来讲是一个真要紧民族的英雄，因为伊带以色列百姓出来埃及，而且伫旷野的中间，摩西来为着因求讨着玛纳，所以今仔日耶稣来认为讲伊超越摩西，伊是要带来活命的饼，超越迄个玛纳的时阵。对着犹太人来讲，这是真无法度谅解的代志，因为摩西是因的英雄。第三，咱通看见着犹太人因无法度接受耶稣的教导，因为因知耶稣的家庭是一个做肉的家庭。若是一个做肉的家庭，你太有啥物款的本事，或者是你太有啥物款的资格？来甲阮教导有关属灵的信息，所以伫遮尼侪的因果、遮尼侪的理由内底，咱通看见着讲耶稣伫遮拄着真侪挑战甲窒碍，因为伊要来讲道的时阵，有侪人内心所期待、所渴望的是无共款。所以伫今仔日个经文中间，耶稣讲：“我是活命的绵羊。”耶稣讲：“我是永生。”耶稣讲这个道理，拢毋是今仔日60节这学生所要听的，因为这学生有可能有的人只不过是想要来食饱，有的人想讲来对耶稣无的确有啥物好康的代志，或者是讲今仔日我来对耶稣无的确，若明日有机会，我坐倒边甲坐正边。所以伫即个中间，咱通看见着讲，耶稣的教导对因来讲，毋是因要爱，所以因就安那，因就退出。所以耶稣叫遮侪学生，第一批会退出伫60节，有一群人因为认为耶稣的教導真恶，自罪未聽伊啊。所以耶穌伫遮嘛來問伊的學生，特別是問12個使徒。问因讲：“这个是窒礙着恁吗？这个是窒礙着恁吗？”华语的圣经讲：“那你们也要退出吗？”总是今仔日咱看见着讲，耶稣会头叫西亚西门彼得伫遮来做一个信用告别。这个信用告别真清楚来，互咱大家会当来了解。因为安那呢？伊讲：“主啊，你有因我的话，我要去找治罪啊！我已經信，佮知你是上帝的聖者。”所以咱通看見就講，耶穌叫遮的學生有一群人，因為聽無，或者是講無愛聽伊的話，然後要退出。但是有一群人，因煞伫耶穌的面頭前來告別因的信仰。我要去找治罪，因為伫你遮已經有想述因我的話。所以伫今仔日個聖經中間，咱會當看見到講，對63節到第64節，耶穌所講的話是神是活命。伫約翰福音書第1章內底嘛，足清楚咧甲咱講。道就是生命的源頭，意思就是講，耶穌是生命的源頭，上帝的話語是生命的源頭。通過安尼來，互咱會當知影講，迄個屬靈的意義來幫助咱的幫助。各位兄弟姊妹，我想伫今仔日個聖經中間，互咱會當開始漸漸來思考，思考啥物呢？思考講，今仔日咱面對着耶穌的教導的時陣，咱是毋是親像耶穌的學生？
恁也要退出。对着耶稣的教导内底，对咱来讲是啥物款的意义？当耶稣讲食我的肉、啉我的血，即款的人是带伫我的生命内底，我嘛甲伊三角同在。约翰福音书咧讲，迄个合一，咱甲上帝合一，咱甲耶稣的迄个合一，就是互咱会当甲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互咱会当得到永远活的生命。所以咱来看哦，约翰福音书咧讲这话的时阵，甲马太、马可、路加无共款，因为约翰福音书伫即中间咧讲血，就是咧甲咱讲受苦。所以今仔日耶稣咧教导这学生，恁爱食我的肉，啉我的血，意思就是啥？恁着爱对我做我的门徒，爱教我做伙受苦受难。要跟对我，要做我的门徒，着爱受苦受难。所以咱来看，约翰福音书第6章一开始咧，甲咱讲迄个5块饼2尾鱼的神迹，一发生的时阵，这个人食饱，食饱了后，因要甲耶稣抓咧，要做啥物代志？要甲耶稣抓来做王啊！因要毋愿讲耶稣若做王的时阵，因就会当享受迄款肉体或者是物质的满足。但是军队耶稣无共款，因为伫耶稣的教导中间，当咱用耳孔去听的时阵，意思就是咱爱去做门徒，咱爱去回应耶稣的邀请，咱爱参与伫耶稣的受苦内底。所以通过伫今仔日个圣经内底，咱的确会当去想，咱会当渐渐去想，军队耶稣无有逐个人是有共款的目标甲期待。我感觉读约笔记吼，若有机会，咱的兄弟姊妹去读约笔记，足趣味的。约笔记第1章，耶和华上帝甲撒旦咧画帕拉肯的时阵，上帝甲即个撒旦甲上帝挑战，挑战啥？你敢要相信？今仔日约伯遮尔胜利吼，绝对是有理可图啊！约伯记第1章，撒旦挑战耶和华，约伯一定是有利可图，不然他不会这么尽钱。撒旦讲这句话，伫约伯记内底，互咱开始去想啊，到底咱来到伫教会咧听道理，咧听圣经的教导的时阵，咱的期待、咱的目的是啥物？今仔日个圣经咱看，军队耶稣的人，当听到要受苦的时阵，也无啊人讲。听起着耶稣爱因受苦的时阵，也无啊人讲。所以伫这个中间，咱通看起着讲，当要参与耶稣的苦难的时阵，有人就自动离开，因为军队耶稣的人爱背十字架。所以今仔日彼得对耶稣的信仰告别，有一个真要紧的事，就是相信耶稣，就是承认耶稣。彼得的信仰告别内底，互咱看起着迄个信，就是承认。承认耶稣是啥？承认耶稣就是天父上帝派来到伫咱中间的迄一位啊！因为安那，上帝疼世间人，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互咱，要来成做咱的拯救。
所以耶稣是要来成全，要来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互世间人会当因为安尼来认捌天父。各位兄弟，我感觉今仔日个经文，互咱开始会当重新，互咱伫信仰的中间，咱开始来思考。当耶稣邀请咱来啉伊的血、食伊的肉的时阵，你有要退出无？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功课，嘛是咱一个真大的操练。事实上，若用华语来讲，第60节耶稣的学生听见到这个教导，感觉讲这个话真学治水会听伊。若用华语的解说，意思就是，这些门徒觉得耶稣的教导他们是难以接受，无法度接受啊。我希望跟着你可以吃香喝辣，可是我却要因为跟随你去受苦受难，这我无法度接受。所以伫这个中间，咱会当看见着讲，面对着耶稣的教导，今仔日这个问题若临到伫你我信用的选择的时阵，你敢会退出？军队耶稣爱受苦受难。我想伫150周年的教会，咱重新来去回忆着140几年前，咱教会历史中间第一位的信徒颜清华先生。我想伊的故事大家拢足熟的，因为颜清华先生伊是马街的头叫师啊。当有一次，伊到伫家人甲马街做伙去报道的时阵，伫现场真侪人安尼围伫边仔咧看，围伫边仔咧听。咱讲传道理上挑战的就是啥？现场若有熟悉的人要传道理是上介困难。因为安那，咱台湾话有一句话讲近庙欺神啊。今仔日我若讲我的见证等下熟悉的人若听到讲敢有影也是讲这细汉包着珠仔的时阵，我著看过啊，伊讲的敢有事实？所以颜清华先生要做见证的时阵，同款伫现场有伊一寡朋友伫遐，咱来知颜清华先生，伊是一个读册人，会当讲是一个文士啊，文人。但是伊若照当时咱台湾人、台湾社会的理解，伊叫做儒教。伊去信这个外国教，所以当伊要做见证的时阵，伊这个好朋友伫边仔咧甲头洗，咧甲起笑。所以迄当阵，颜清华先生真艰苦、真见笑，伊毋知影到底要安怎。头都洗落啊，嘛毋知影要头都洗落去，嘛毋知影要安怎。所以迄当阵，伊的老师马街牧师带伊吟一首圣诗，迄首圣诗叫做“我认救主，毋惊见识”。哇！伫迄中间，颜清华先生好胆起来讲见证。历史拢甲咱讲好的一面啦，但是若像阮这读心理学的，阮拢会去假设。
严清华先生会不会在当时候有想要退出基督教？这历史无甲咱讲哦，但是徛伫人性的中间，当场互人安尼起笑擂骂、口舌的时阵，你敢会退出教会？当今仔日人甲你讲你落教、食教的时阵，但是我相信颜清华先生伫迄款的受法、伫迄款的挣扎的中间，就亲像今仔日彼得咧甲马该讲的：你有事因外的话，我搁要去找什么人？我已经信，搁知你是上帝的圣者。颜清华先生清楚知影讲，伊今仔日要见证的是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时阵，伊好胆继续行落去。各位兄弟，我感觉伫整个的圣经的教导中间，实在互咱去学习，嘛实在互咱去了解。听耶稣的教导做门徒，要跟对伊是非常辛苦的代志。要攀这支十字架是真沉重的一个功课。为什么？因为规本圣经内底，咱也讲得出来，有关上帝对咱的要求，耶稣对咱的教导。上帝甲咱要求啥？10诫。耶稣甲咱教导啥？新的诫命。这个教导内底，就是要爱咱去听，咱爱用顺服来去回应这个教导。但是咱人要伫顺服的中间来去回应教导的时阵，事实这是偌尼挑战甲困难的代志，因为你要放弃家己，你要看无家己。所以今仔日耶稣的学生讲的无毋对呢。这个话真恶，只水会听伊啊！我今仔日爱顺服，我拢袂当有家己的意见。这款的信仰的要求是偌尼挑战甲困难，但是这嘛是互咱伫今仔日通过圣经的教导中间，互咱做伙来操练。无需要请咱做伙来操练。操练的意思就是一天比一天搁较好，咱一天比一天搁较顺服上帝，咱一天比一天搁较相信上帝。我想，伫接续，咱的教会准备爱进行马偕纪念大楼的工程，无需干那期待。互上帝话成做咱的祝福，互上帝话来成做咱伫工程中间做有意义的代志，毋是互一寡话语来成做咱的咒诅，毋是互一寡话语来成做咱活伫烦恼甲忧愁的内底。当咱瓦靠上帝的话语，就亲像拄则咱所念的信息。吴长老娘所带咱锻炼的这个信息，互我所讲的，上帝的话是啥物？活命的话，上帝的话，活命的话，伊要成做美善的快乐，来成做咱点点维持伫淡水教会的祝福。咱求上帝来引带咱，引带咱一日比一日搁较顺服伫耶稣的教导，互咱一日比一日搁较会当参与伫耶稣的救赎的计划，互咱亲像彼得今仔日个信仰告别讲的，伊讲：主啊，你有应我的话，我要去找治水啊！我已经信，搁知你是上帝的圣者。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我感谢你，
感谢上帝你的祝福，通互阮的兄弟会当认捌上帝赐应我的话。主啊，你有应我的话，阮都要去找字嘴。阮求上帝你来成做阮的帮衬。阮知阮是偌尼无够额的人，却是阮恳求你帮助阮，帮助阮会当一日比一日搁较顺服，帮助阮一日比一日搁较相信上帝。当阮将阮的软弱摆咧伫主你的手中，愿上帝扶持阮、光强阮，互阮的顺服甲信心哪来哪加添。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